这些人的眼神怎么越看越不对劲，像是猎人在盯着猎物一样。大美女！妈的！呀！哎，小心！搞偷袭啊！哎呦，美女，没事吧？是他救了我。坏了，好端端一个美女，不会被吓成傻子了吧？文总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。把这些人送到警察局调查一下。是，文总，和您结婚的那个人来不了了，您……你带户口本了吗？我带了呀。那你要老婆不要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既然你救了我，那我就以身相许吧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去登记。我就随手救了个人，还把自己给打了进去，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疑问，先上车再说。造孽呀！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文兰心，今年25岁，天海集团总裁。你有什么想问我的，现在可以问了。你不会是怀孕了，找我来接盘吧？你才怀孕了。那没道理啊！我救了你，你就要以身相许，谁信啊？第一，我需要一个结婚对象，并且今天必须领证。第二，我本来是有一个结婚对象约好了，但是今天来不了了。第三，刚好你救了我，我以身相许，这很合理吧？况且，你娶了我，你也不亏啊。要干什么？这亏不亏，得试了才知道。哎呀，你别乱来，我们只是暂时登记假结婚。假结婚？那这是什么？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，我们亲热一下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你还敢碰我啊你？我碰你怎么了？是你自己说以身相许。
得说到做到啊。算了，他身手这么好，我也逃不掉，就便宜他这一次了。好吧，就这一次啊。你快点。不情不愿，没意思。这可是你不愿意的了啊！以后可就没机会了。行了，还是说说刚才追杀你的人吧。他们明显是要置你于死地。无非就是商业上的一些龌龊手段，不过他们已经被抓入警察局，很快就能被查出来。不是，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回家啊！你和我领证了，以后自然要住在一起。不过我要先带你去见我爸妈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我爸叫文泽海。记住了。我说我爸叫文泽海，你不惊讶吗？我惊讶什么？你不知道的？我跟我师傅在山上住了10年，与世隔绝。我今天才下山呢。原来如此。不过我得提前跟你说，我爸这个人可不好对付，要说什么不好听的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下山前我师傅说过，修道之人能讲道理就讲，讲不通的话就动动拳脚，绝不能委屈了自己。那是我爸。都一样。东植杨桃，南植梅枣，实为大吉呀。怎么了？这2条石龙是这栋别墅修建之时就摆在这儿了吗？这石龙有什么问题吗？这问题大了。有什么问题？依照这庭院的格局，这2条石龙摆在这里，形成了双龙戏珠之势，风水极好。但坏就坏在这石龙来路不明，而且没有点金，应该是木中之物，用来镇邪的。木中之物？没错，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木，绝对是王侯级别的大木，其怨气、阴气、煞气都极为恐怖可怕，只有龙气才能镇压呀！这简直是一派胡言！一派胡言，无知者无畏。你什么你？你都已经煞气入体了还不自知？要不了多久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。还敢诅咒我？你懂什么？这叫玉龙升天局。这庭院、这水池，还有这假山，构建了一条小型的龙脉，再加上这双龙戏珠，确实是一个简单的玉龙升天局。不过，这石龙是木中之物，凝聚了无数的阴邪煞气，将这一个简单的玉龙升天局变成了血煞困龙局。原来的玉龙升天局虽然简单，但多少还是有点用。现在变成了困龙局，只会诸事不顺，纷争不断，甚至还有血光之灾。说白了，就一句话：喝凉水都塞牙呀！血光之灾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小爷的眼睛就是吃，没错的。你怎么能证明这双龙戏珠有问题？很简单，当初送来这石龙的几个人，回去之后一定会小病一场。如果是阳月阳日出生的话，也还好，就是普通的感冒。如果是普通命格的话，轻则住院，重则一命呜呼。那我就查查这件事儿。老杨，帮我查一查2个月前送双龙戏珠那2个人的情况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还则罢了；如果是假的，我绝不客气。董事长，当时一共有4个人，其中1个感冒2天就好了，剩下的3个，一个住院半月，
一个到现在还在医院躺着，最后一个已经死了。怎么被我说中了吗？大师，你说的是真的？现在有没有什么挽救的方法？我不惜任何代价。当然有挽救的办法，对于我来说，再简单不过了。金龙现世，这简直是神仙手段啊！搞定了。这就搞定了？当然啊，就这么简单？这双龙没有点睛，龙气被压制，只需要点上眼睛，龙气被释放，煞气就被驱散，此局可破。同时啊，还能引导旁边的玉龙湖、青龙山的大龙脉注进于此，为龙化真龙，煞气顷刻间便被驱散。到时候住在这里的人不仅煞气全无，而且还能强身健体，延年益寿。原来如此，感激不尽，受我一拜。爸，拜不得。拜得拜得，大师救了咱们全家，如何拜不得呢？爸，他就是你的女婿，王宇。什么女婿？你为何不早说呀？女婿，走，里边请。走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爸，你等等我呀！秋月，咱们的好贤婿来了。贤婿？什么贤婿啊？兰溪刚领过证的丈夫啊，咱们的贤婿王宇。女婿啊，这就是你的岳母。岳母，你这2个月是不是经常半夜惊悸惊厥，被噩梦惊醒，时常感觉手脚冰凉，甚至短暂的失去知觉？你怎么知道？王宇，我妈的病可是看了很多的医生都没有查出来病症，你一眼就看出来了。岳母的病症是因为那双龙的煞气入体导致的，医学仪器当然检查不出来。哦，哎，那你是不是能治好？对于我来说，简直易如反掌啊！搞定，这就搞定了？当然了，岳母今晚就能睡个好觉了。妈，您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浑身舒坦了很多，像是卸掉了什么包袱一样。不错，真不错，长得帅气，还有本事。兰心，你眼光真不错。那什么时候给我们抱孙子呀？妈，我们这才刚结婚。我会努力的。兰心啊，王宇可是我和你妈都认可的女婿啊，你不能欺负他，要百依百顺啊，满足他的任何要求，听到没？爸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应该担心我被他欺负才对吧？你什么脾气？我们俩还不知道。是，贤婿啊，兰心从小被我们俩给惯坏了，她要做什么你不满意的地方，你一定要给我们2个说，我们2个教训她。多谢岳父岳母撑腰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兰心被人暗杀，再加上这门口的双龙戏珠，这绝对不是巧合，应该是有人要对文家下手了。送出这双龙的嫌疑最大。杨家，文总，那些暗杀您的人是杨家派来的。果然是杨家，他敢害我全家，我绝对饶不了他们。这杨家下手真狠啊，这是要赶尽杀绝啊！
文杨两家本是世家，2个月之前因为经商理念不同产生了矛盾，没想到他们做事如此狠绝，想置文家于死地。就因为经商理念不同，就要下死手？在上百亿的利益面前，过往的交情又算得了什么？贤婿啊，你一定要保护好兰心的安全。岳父岳母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24小时贴身保护。我上个厕所啊。这口罩好奇怪啊！你这个流氓！不就是个口罩吗？你咋咋呼呼的，我也不要你的小气。口罩？你怎么你？我要上厕所，你要看什么？你看吧，你看，来看吧，来。是。怎么办？难道今天晚上我真的要跟他睡一个房间吗？万一他兽性大发了怎么办？老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上床休息吧。这床真软真舒服，是比山下的木板床舒服多了。哎，起来！干什么？睡地上。你去哪儿？我现在就去告诉我岳父岳母，你让我睡地板。你别走，我让你睡床总行了吧？这个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可没逼你。往那边去点。往里面去点儿。你干什么？把这身衣服换了，陪我去参加一个宴会。这是你给我买的？让你换就换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我在楼下等你啊。这腿真长，真美，玩1年都不会嫌腻。好看吗？当然好看。要是能再上手把玩一下，那就更好了。想得美！我怎么能叫想得美呢？岳父大人说了，你得满足我一切要求。这里是客厅，你别乱来啊！那你的意思是，去房间就可以了？宴会马上开始了，该走了。那不是文总吗？他身边那男的是谁啊？
看样子长得挺帅，该不会是男朋友吧？文心，没想到居然你也来了。之前想请你吃饭，你总是拒绝我；想给你送礼物，你又拒收。怎么，我的心意你还不明白吗？不明白。文心，叫我文总，我跟你没那么熟。我们两家可是世交，你我又从小一起长大，可以说是青梅竹马，怎么能说不熟呢？青梅竹马，你也配？文总，听说你们文家最近有些诸事不顺呐。若是你同意跟我联姻的话，我们可以互惠共赢，成为宁海的霸主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你别来烦我。你给脸不要脸，否则文家大难临头。就凭你，也配威胁我老婆啊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她是你老婆？怎么，没有夫妻相吗？文兰心，你把我当傻子吗？随便找一个垃圾来当自己的丈夫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这的确是我丈夫啊，不信我证明给你看。文兰心，老子追了你这么久，你都不同意，你居然找了一个小瘪三来当你老公，你还真是犯贱呐！你要是再敢骂我老婆，我撕了你的嘴，你信不信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啊！别以为有文兰心给你撑腰，你就把你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你也配跟我说话呀？我才懒得跟你聊天，是你在骚扰我老婆。要么你主动道歉，要么我帮你。这家伙好大的口气啊，居然敢这么跟杨少说话。是啊，以为成为文家女婿就有底气了，在杨少面前还不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垃圾罢了。杨少可是宁海第一狂少，这小子今天要完蛋了。小子，在我面前狂，你知道是什么下场吗？我还真不知道，劳烦你告诉我一下。好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告诉你，得罪我只有死路一条。上一个跟我这么说话的人已经被我丢到海里面喂鱼去了，现在恐怕已经尸骨无存了。现在你想成为下一个吗？啊？看来给你讲道理是讲不通了，只能动动拳脚了。还敢在我面前猖狂，跟我动拳脚？老子严天耀在宁海是跺跺脚都得地震，你拿什么跟我动拳脚呀？啊！现在跪下来，给我磕100个响头，我就可以留你一条狗命。还是你跪下来给我磕100个响头吧，或许你还能活着走出这扇门。你够嚣张啊！居然敢让杨少给他下跪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？他今天算是完了，以杨少的手段，一定会让他想死都死不成，只会被一遍又一遍的折磨。文兰心，现在答应做我的老婆，然后伺候好我，我就可以留他一条活路。王宇，杨家势大，我们……哎，什么势大，在我眼里都是垃圾。嫁给我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严家都是垃圾啊？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笑话了。我倒是要看看，你敢对我动手吗？我师父说过，委屈了谁都不能委屈了自己。本来不想动手，你非不听，那没办法。是吗？来呀，
你敢吗？我成全你。大家看着的，是他让我动手的。小子，你是第一个敢在宁海跟我动手的人，好得很。老婆，他被我打傻了吧？怎么被打了还很好啊？行了，你当众打他的脸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就是你们口中的杨家人吧？他既然要杀你，那我就不能轻易放过他。杨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这杨家有神仙吗？那倒是没有。既然没有的话，那王某人只好无敌了。这家伙真是不要命啊！杨少让他动手，他还真敢动手啊！整个宁海都将再无他的立足之地啊！真是无知者无畏，他还没有见识过杨少的手段，等杨少发威，他就会跪下来求饶了。王乐信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等会儿就去酒店伺候我，把我伺候舒服了，我留他一举全尸。还敢打我老婆主意？看来我刚才下手还是太轻了。好，那我就先收拾你，我再跟他玩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就这么隔空将6个保镖抽飞了，6个保镖连他的衣服都没碰到。杨少身边的保镖都是顶级高手，一敌十都没问题，这才几秒钟就全飞了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，废物，就是废物。小子，你别得意，我有的是办法弄死你。行，那我就在这儿站着，你随时抢人。好。那你就等死吧！哎，熊哥，我在宴会上被打了，你帮我杀个人。熊哥，难道是武圣宫的双花红棍陈天雄？没错，就是他。怎么，怕了呀？啊！武圣宫可是宁海第一的武道势力，没人敢惹。武圣宫公主能以一己之力击败上千人的围攻，号称不败神话。在宁海，招惹阎王都不能招惹武圣宫，那可是真正的活阎王啊！杨少请来熊哥，这小子再强也完蛋了。武圣宫，名字挺吓唬人的，很强吗？很强吗？把门子给去了，在宁海。武圣宫就是天，主宰一切。现在懂了吗？懂了，懂了，那就跪下来，然后双手把文兰心给我送过来，让我玩儿。你居然还敢打我！我倒要看看，他们能不能比得过我一根手指。是谁在叫嚣？是谁在叫嚣？好大的口气！他就是熊哥，曾经以一敌百，上百人被他打倒，他却毫发无伤。是哪个不长眼的那么狂妄，连武圣宫都不放在眼里？兄哥，就是这个家伙，他不仅打我，就连武圣宫都给我羞辱。就是你小子口出狂言。是我。小子有胆，你出去打听打听，在宁海有谁敢说武圣宫一句坏话？你是第一个。那真是我的荣幸啊！武圣宫
算个嘚儿啊！这小子居然敢当着熊哥的面辱骂武圣公，这简直就是作死啊！这小子这次不仅逼自己必死无疑，就连文家也跟着完蛋了。得罪杨少尚有一丝活路，但得罪武圣公，那就是自寻死路了。熊哥，你听听，此人居然还敢这么狂妄，辱骂武圣公，此人绝对不能惊扰，就算千刀万剐也不为过。熊哥，我是文家文兰心，他是我丈夫，刚从山上下来，无意冒犯，还请见谅。辱骂武圣公，你想好后果了吗？就算是文家也没这个胆子，更护不住他。我想知道，有什么后果，我承担不起吗？曾经有人只因为在武圣宫门口吐了一口唾沫，就被晒成了肉干。你辱骂武圣公，你的死状就要比他惨很多。这太残忍了！怕了吧？怕就对了，那就跪下。是自己扇自己嘴巴100下，还是我帮你？上一个这样说的，已经被我揍了。熊哥，你就别跟他废话了，赶紧废了他！还敢叫嚣，找死！跪下！熊哥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你赶紧起来呀！这怎么做到的？喊他跪他就跪了？哎，这可能是被我的帅气折服的吧。小子，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站不起来了？站不起来，那就跪着。敢让我下跪，那就是在打武圣公的脸。你死定了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这是奇迹，你也是武者？武者？不，我是修仙的。哼，呸！狗屁修仙的！你赶紧让熊哥站起来，要不然武圣公的怒火你全收不住的。那我倒要看看武圣公的怒火到底有多厉害。找死！圣女。圣女，哎，这难道就是武圣公传说中天赋超绝的圣女武木雪？听说她的实力仅次于武圣公公主啊！好美啊！此女只能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见？好腿！看够了吗？再看我就挖了你的眼睛！哎，你这腿露出来还不让人看呢？是。不许看！我最痛恨的就是你这种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人渣。这爱美之心，人人皆知，为何错？熊叔，起来！这怎么可能？圣女，这小子有些古怪，你不要大意。我不让他起来，他就起不来，谁来的都没用。好大的口气！武圣公还不容许有任何人来羞辱我，命令你现在就让熊叔起来。你拿什么命令我呀？趁本圣女还没动手之前，你还有机会赎罪，否则我就让你成为这剑下第108个亡魂。那你试试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力量怎么这么恐怖？连剑都拿不稳，还想杀我？武圣公圣女也不过如此嘛！可恶！你敢轻视我，我杀了你！
腰好细，手好滑呀！混蛋，放开我！真弹，手指都麻了。真弹，手指都麻了。这个混蛋，我要杀了你！圣女，我已经结婚了，你投怀送抱也没用。这腿真嫩啊！混账！你放开圣女！你敢亵渎圣女，公主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小子，圣女岂容你亵渎？哎喂，武圣宫公主到了，毕竟废了你，让你这辈子都碰不了女人。混蛋！那有多少人想跟圣女一清芳泽，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？这小子凭什么又搂又摸的？我一定让他死！可恶，有老婆了你还跟别的女人搂搂抱抱，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！放开我，否则等我父亲来了，我一定让你当不了男人，更让你生不如死！放开，我还没摸够呢。不识死活的东西，快放开我女儿！还不快放开我女儿，然后自废双手！王宇，你快放开圣女，武圣宫公主实力很强，不好惹的。听到没有？快放开我！你摸够了没有？你是有老婆的人了啊！你又不让我摸！再说一遍。行，我放开，你也放手。手有余响。死变态！爸，就是这个混蛋，他羞辱我。小子，敢碰我女儿，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吗？学过，不过看在刚才对美女圣女又摸又抱的份上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你混账，在公主面前还这么嚣张，当真是不知死活！公主，此人简直无视武圣宫，若不将此人挫骨扬灰，武圣宫颜面何存？哼，好，很好，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敢在我面前这么狂。黑白双煞联手，就算是圣女也不是对手。小子，你这次死定了！小子，继续猖狂呀！待会儿你连跪着求饶的资格都没有。开了他的骨头！你很强吗？我操！武圣宫公主居然被一巴掌打倒了！我没有眼花吧？这可是武圣宫公主啊！宁海市第一高手，居然被一巴掌打地上了。我们没有眼花，她真的是被一巴掌扇到地上的，速度快到我们都看不见。爸，你没事吧？这怎么可能？五公主都不是她的对手。此人到底是什么人？好快的速度，好恐怖的气息，我居然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这一巴掌怎么样？你这是偷袭！要是光明正大的对决，我爸绝对不会输给你。对，公主的实力深不可测，要不是偷袭，绝不可能伤到公主一丝一毫。小子，哼，有点本事。刚才是本公主大意才让你偷袭成功，接下来做好受死的准备了吗？来，往这儿打！你今天要是能击退我半步，就算我输。王宇，不要冲动，五公主她……放心，她没那个本事上我，你不会手垮的。你找死！你用点
力呀？这不可能啊！就这还没我老婆的力气大。接着猖狂！你小子武功再高，管个屁用啊！你能躲得过子弹吗？杨天耀，你把枪放下！给我闭嘴！我现在先杀了他，再收拾这个贱人。杨少元枪都拿出来了，这小子就算功夫再厉害，在枪面前那也没招啊！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，最终还是要死在杨少手里。小子，你现在怎么不狂了？你不是有本事吗？你能接子弹吗？还真可以。还想猖狂？现在跪下来说话，要不然我一拳打爆你的脑袋！你试试。王宇，你别冲动，那是枪，不是闹着玩的。他想死就让他死好了，一会儿我好好疼你啊！笑啊，继续笑，我想听。我就这样被你征服？让你唱歌了吗？现在跪下，扇自己耳光，然后给我老婆道歉。你休想！有本事你我杀了你！这玩意儿还挺好用的，不过想伤我，差太远了。空手接子弹，还是在这么近的距离下，太恐怖了。我去，子弹都被接住了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他简直不是人啊！他这么狂，恐怕连五公主都做不到吧？他怎么这么强？我自诩武功天赋超绝，在他面前竟然就是个笑话！你疯了吗？你吓死我了！这有什么？速度这么慢，不有手就行。这怎么可能？子弹居然穿不透他的身体！这不可能啊！绝对不可能！除非他不是人。这太不可思议了！此人要么穿了防弹衣，要么就练了硬气功。老婆，这大事你广住了，我回去再脱吧。居然一点伤口都没有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看来确实修炼了硬气功，能把硬气功修炼到这个程度，太恐怖了。这很难吗？这连我师傅功力的30%攻击力都不到。他还有一个师傅，30%功力比枪的威力还厉害。此人不能招惹，必须臣服认主。杨天耀，现在跪下磕头给我老婆认错，然后再赔偿一笔精神损失费，不过分吧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求你原谅我，求你原谅我，我求你原谅我，求你原谅我，我求你原谅我。这精神损失费呢，我也不要多了，1、2个亿呢，我也不嫌少。什么？1、2个亿？怎么？你嫌多了？不打，我现在就给你。来，手机扫码。这不是给我的赔偿吗？哦，我们是夫妻，我的不就是你的吗？那个，钱给你转过去了。你现在可以滚了。等等！如果以后你们再敢骚扰我老婆，就不是今天这种小丑了哦。滚！那你们该怎么赔偿呢？
主人在上，请受武恒一拜。什么？武圣宫公主居然认他做主人？他这么强，比武圣宫公主强多了。武圣公主认主，真是识时务呀！爸，你怎么认他当主人啊？你快起来！穆雪，快，你也跪下！以后不仅是武圣宫，连你也是主人的仆人。主人让你干什么，你就得干什么。我当他的仆人，居然让圣女给他当女仆！我天，这也太爽了吧！这简直是每个男人的终极梦想啊！还真不敢想象圣女穿女仆装是什么样子啊！能伺候主人是你的荣幸。给我当女仆，那岂不是爽歪歪？你确定要认我为主人？我武恒在此对天发誓，从今日起认您为主人。若有二心，天诛地灭。行吧，看在你这么识时务的份上，我就勉为其难答应你。你先起来吧。多谢主人。没事的话，你们可以先走了。你现在是我的女仆，你留下来伺候我。我渴了，你去给我倒杯水。你让我给你倒水？你现在是我女仆，给我倒杯水有问题吗？你。王宇，你真的要让圣女给你当女仆，还给你暖床？你吃醋了？我吃什么醋啊！你少自作多情了，我跟你只是假结婚而已。那不就得了？你不给我暖床，还不允许别人给我暖床。那我们名义上是夫妻啊，这事要是让我爸知道了，那不就露馅了吗？如果你愿意给我暖床的话，我会尽到一个丈夫应该尽的责任。你的水。女仆就得有个女仆样，一会儿去把女仆装换上。你休想！又不听主人的话，欠凶手是不是？士可杀不可辱，我杀了你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宁死不屈！你再不听话，就真得死了。那你杀了我吧！我怎么可能忍心杀你？你去房间换上女仆装，等着我。你再不听话，我只能去找你爹麻烦了。你无耻！王宇，你当着我的面三番五次的跟别的女人卿卿我我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没有。我当然是放在心里面的。油腔滑调。你吃醋的样子真可爱。你敢亲我，我杀了你！哎，这个，哎呀，你干啥？宴会厅的事情我听说了，没想到连武圣宫的公主你都收服了。哎呀，我没看错人，没看错人。就他们那点实力啊，在我眼里不值一提。不过杨家通过这件事情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
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呀。我始终相信，没有什么是一拳不能解决的。如果一拳不行，就两拳，打到他认输为止。哦，有两下。爸，我让人给打了。谁敢打你？文兰溪，她丈夫好像叫王宇。文兰溪的丈夫？那丫头什么时候结婚？好像是刚结的。没用的东西！堂堂杨家少爷，连个赘婿都搞不定，丢人！爸，他很厉害的。能有多厉害？还能翻天覆地不成？就连武圣宫公主都认了他当主人了。什么？我找武圣宫帮忙，武圣宫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武圣宫公主武恒为了认主，圣旨上圣女武慕雪去给王宇当女仆呀。既然硬的不行，就来软的，去通知周吴孙乾4大集团，让他们一起放出消息，就说明天土地拍卖上，他们都看好2号地。是，爸，去。杨导，我刚才路过玉龙别院，发现文家的控龙局被破了，而且龙气冲天啊！玉龙升天局也被人彻底激活了。什么？真的有人破解？难道又是那个王宇？这玉龙升天局不仅被激活了，而且比之前更强了。这尾龙化真龙，文家运势冲天，势不可挡啊！敢坏我好事，我饶不了你！爸，我不想伺候那个臭流氓。什么臭流氓？那是我们的主人，他的实力深不可测，对我们武圣宫的发展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而且我让你留在他身边，他若是稍微指点你，你的武道之路必将不可限量。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记住，他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绝不能反抗。堂堂人人仰慕的武圣宫圣女，居然要穿上这样的女仆装去伺候一个男人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不愧是圣女，穿上女仆装就是魅惑。就算你能得到我的人，你也得不到我的心。那我们赶紧开始吧，快点揉揉去。赶紧结束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不回来？不会真的去武慕雪那儿了吧？可恶！我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你轻点儿，疼。哎，你也小声点儿，一会儿被人听到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不行，我受不了了。你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好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老婆，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？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我在给他治病。治病？
我刚才可是明明听到了，听到圣女说让你下手轻一点。我叫你小声点，你叫这么大声，让人误会了吧？你又打我屁股，不怪我，我是忍不住。难道你们真的是在治病啊？那当然，不然呢？转过身，趴着。你不要太过分了。什么过不过分？你不趴着，我怎么帮你治疗？治疗？你因为修炼武道导致经脉堵塞，每过一段时间身体都会发冷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在触碰到你的时候就知道了。如果不及时治疗，必死无疑。遇到我，算你运气好。你真能治好我？这世上就没有我治不好的病。趴下，准备开始。行，我就信你这一次。对不起啊，刚才是我误会你了。对不起就完了。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那你想怎么样？罚你给我暖被窝。你走不走？你要是不走，你就别想进房间了。走。啊，对了，还有2次你的治疗就完了。他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无耻。我爸说的没错，跟在他身边果然对我有利无害。我刚刚得到消息，杨家、周家、吴家、钱家和孙家都看好2号地。这2号地的地理位置确实不错，还是省重点投资区域。我们今天势必要拿下2号地。这2号地在什么位置啊？2号地有问题。天眼，开！果然如此。从布局看，2号地下面必有古墓，一旦挖到古墓，就得停工，这块地就开发不了了。文兰心。文兰心，等你拍下2号地，将会是你文家噩梦的开始。文兰心，今天我们5大家族联手，是要拿下这块2号地，你们没戏了。能不能拿下2号地，靠的是谁钱多，而不是人多。你是不是太看不起我们周武钱孙4家了？虽然不如你们文家，但加起来的钱不比你们文家少。没错，我劝你啊，还是放弃2号地，可以选其他地。虽然差了点，但好歹是块地啊！那要是加上武圣宫呢？文总，等会儿要是钱不够，武圣宫会全力支持。哟，圣女，你们武圣宫真打算认这个家伙当主人啊？怎么，现在命都不要了？武圣宫做什么决定，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武圣宫也就在天海能嚣张了，出了天海，屁都不是。我看你们还能嚣张多久？到时候我要让你们跪下来唱征服。找死！别脏了你的手。下次再放狠话的时候，记得掂清楚自己到底几斤几两。这一巴掌我记住了，我们新仇旧账一起算。走。看样子他们还有别的手段。没事儿，几条小泥鳅，先不起什么大风浪。
诸位，我们今天的土地拍卖会正式开始了。首先拍卖的是最引人注目的2号地，起拍价1亿，每次加价不低于1000万。2个亿，2个亿。第一次加价就加到2个亿，这5大家族联手，财大气粗啊！可不是嘛，看来他们对2号地也势在必得，我们就别想2号地了。我说过了，这块2号地，我们势在必得。2亿5千万。文兰心铁了心的想要这块地，现在武圣宫又站在文兰心这边，肯定会不断加价，看我怎么让你们丧失惨重。3个亿，3亿5千万。4个亿，5个亿，6个亿。我的底线是6亿，超过6亿，这块地开发的造价太高，盈利空间就太小了。怎么，这才6个亿就不敢加了？看来这2号地非我们莫属了。不是说有武圣堂给你们支持吗？原来是在口嗨呀！8个亿。王宇，你别瞎喊，8个亿太高了，就算我们拿下这块地，也没钱赚啊。没事儿，不争馒头争口气嘛。这块地亏本我们也要拿下来，绝不能让给别人。反正武恒答应我，给我们10个亿支持我们，我们有钱。你说什么？武圣宫愿意出资10亿？我爸出10亿，把它卖了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！10亿，好，那我就让你们这10亿全部打水漂。10个亿。就算武圣宫给你们10个亿，你们也拿不走这2号地。12亿，12亿太高了，我们还是稳妥一点好。会不会是陷阱啊？要是他们突然不加价，那我们可怎么办？哎，这文兰心呀，最多就6个亿，再加上武圣宫的10个亿，他们的底线就是16个亿。今天我就要让他们把这16个亿全部赔光。姚天耀，你要是再不加价，这2号地可是我的了。加？怎么能不加呢？14个亿。等你加到了16亿，我就不要了。16亿拿走一块不能开发的地，看你们怎么笑得出来。14个亿，看来这块地你们志在必得了。那是当然了，只要你们敢加，我们就奉陪到底。你不是说不争馒头争口气吗？那我倒是想看看这口气你能不能争得到。我这个人啊，喜欢成人之美，这块地我们不要。你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。恭喜杨少，喜提2号地。不是，你怎么就不要了呢？你不是还有钱吗你？我哪还有钱啊？那不是还有武圣宫给你10个亿吗？骗你的。什么？你骗我的？我不骗你，你怎么可能出14个亿买下这块地啊？我就说我爸哪来那么多钱？王宇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2号地就是个陷阱，表面上有很大的潜力，其实，在地上有一个大墓。如果一旦动工，大墓就像被挖出来，到时候工期会被延期，会一直拖下去，这块地就成了废地。我说的对不对？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原来如此，要不是王宇看穿这一切，我们文家怕是要万劫不复了。没想到他居然能看穿杨天耀精心设计的圈套，还能将计就计，果然没那么简单。这次5大家族亏大发了，14亿拍了一块烂地，彻底砸手里了。可不是嘛，这也是他们自食其果。如果他们不计较文家，也许不会这样的。完了，这下回家可怎么交代啊？我爸不得打断我的腿啊！杨少，怎么办？14亿啊，我们拿什么付啊？14亿1次，14亿2次，14亿3次，成交。恭喜杨少，拍下2号地
恭喜杨少14亿买到一块废地，大家掌声鼓励！混蛋！你居然敢戏耍我，让老子花14亿买一块烂地，我要杀了你！你弄死我，你配吗？王宇，别以为你会点功力就可以天下无敌了，老子今天让你出不了这扇门！行，我今天就站在这儿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让我走不出去的。好，古山大师，该你出手了。杨少放心，还没有人能活着从古刹手中出去。古刹大师乃是东南亚第1强者，死在他手上的强者那是不计其数的。他敢称强者，在东南亚没有人敢有意见。王宇，这下你怎么款呀？东南亚古刹，杨天耀怎么把他给请来了？他很强吗？东南亚第1强者的威名不是浪得虚名的，是实打实杀出来的。传闻他曾打败东南亚无敌手，连我爸都说不是他的对手。杨天耀，这次拍卖会你不要乱来，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。我管他什么后果呢？我只要他死！古刹大师，给我杀了他！你想怎么死？应该是我来问你，你想怎么死？你以为古刹大师是武魂那个废物能比的吗？10个武魂加起来都不是古刹大师的对手，你有什么资格叫嚣呀？不许你诋毁我爸，否则我就撕烂你的嘴！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什么狗屁武圣宫公主，天海第1高手，还没开始打呢，就给人跪下了当狗，不是废物是什么呀？混蛋，杀了你！没事吧？看到了没？这就是古刹大师的实力。你们这些家伙加起来，在他面前就是个垃圾。敢打我的女仆，是哪只手动的手自己废了？看来你还没意识到，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存在。我管你是什么东西，现在废了自己的手，然后跪下来给他磕头认错，我可以留你一命。古刹大师，看到了没？这般的场果完全没把你放在眼里啊！待会儿啊，你可不敢让他轻易的死掉，你要让他生不如死。杨少放心，我最拿手的就是让人生不如死。你们自嗨完了吗？你过来。我过来你能？东南亚第1强者居然被你1巴掌就扇倒了，你到底有多强？没有陆地神仙，我便只好无敌了。真能吹！就算你很强，但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你也不至于到无敌的地步吧？你看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就是那人外有人的人，天外有天的天呢？算了，懒得和你争辩。这怎么可能？古刹大师居然被这个废物1巴掌给扇倒了！古刹大师，古刹大师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东南亚第1高手吗？你怎么能被这个废物1巴掌给扇倒了呢？无耻之徒，原同学不讲武德！原来如此呀！我就说嘛，古刹大师怎么可能不是这个混蛋的对手呢？喂，你可真是丢尽了我大夏的脸呀！啊，古刹大师还没准备好，那怎么能出手呢你？杨大少，你是来搞笑的吧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古刹大师现在准备好了，你等死吧你！行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可要动手了。刚才是我才答应了，要不是你正大光明的给我碰上一波！这怎么可能？什么狗屁东南亚第1高手，简直就是废物！古刹大师，把你的全力使出来呀！要不然你放开我，我的大招还没使出来，我不信你能挡住我的绝招！哼，没错，王宇，赶紧把古刹大师放开，再来一次！古刹大师还没使绝招呢。你当这是过家家吗？还重来一次？有你一个手下败将说话的资格吗？你杨天耀，你真是脸都不要了！王宇，你千万别听他的话。行，那我就看看你还有什么绝招。
顾超大师，你赶紧使出你的绝招呀，让他看看你的实力。小子，你看好了，没人能接住我这一招。好强的力量，不愧是东南亚第一强者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就是你说的绝招啊？不，这一拳蕴含了我所有的力量，你怎么可能这么轻松就接住了？这不还是垃圾吗？还绝招？松开！刚才你就是用这只手伤的我女仆吧？那就废了吧。杨大少，到你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也不怎么样，就看你欠抽，想抽你。我打！都是杨天耀的主意，不关我们的事儿。是啊，我们也是被他给坑了，要收拾就收拾他。对啊，我们也是卡了密啊。放过你们也可以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不过得赔偿。你们看啊，这个出手费、精神损失费，还有浪费时间费、茶水费，这各种项目加在一起也不多，一人1000万，不过分吧？什么1000万？这精神损失费我能理解，这出手费、浪费时间费、茶水费是啥？你们看，因为你们叫人过来了，所以我出手了。这笔费用你们得付吧？因为你们耽误了我这么多时间，你说浪费了这么多时间，那时间就是金钱，这笔费用没问题吧？那茶水费呢？你也没喝茶呀。我跟你们在这儿聊了这么久，我去喝个茶歇歇，不过分吧？没毛病吧？行了，给钱吧，再耽误下去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有利息的。那个，你们可以走了。真有你的，这种费用你都想得出来？这巧立名目，算是被你玩明白了。我这可不是乱收的，我这都是有依据的呀。你个废物，居然敢羞辱我！我打！你就是不长记性啊！杨少，今天如果你想完好无损走出这扇门的话，扫码5000万。什么？5000万？你怎么不去抢呢？我这不就是在抢吗？你说你什么你？赶紧的，不然用你嘴巴子代替也行。一个巴掌抵100。士可杀不可辱，我给就给。钱我给你发过去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杨大少，果然是能伸能屈呀。请吧。你等着，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来日方长。杨少，你愿意当送财童子，我求之不得。杨少，还请结清2号地的拍卖费用，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。你钱，我1分都不会差你的。今天真是太爽了，让杨天耀栽那么一大个跟头，损失了14个亿。他这一回去啊，肯定要被杨海丽骂死了。我帮了你这么大个忙，你要怎么感谢我？你想让我怎么感谢你啊？这是你自己的事儿，我怎么知道？有心者不用教，无心者教不会呀。行，那你就好好等着，你看我怎么好好感谢你哦。那我等着。我一直很好奇，你怎么看一眼地图就知道2号地的情况的？我可是最强的风水师，精通堪舆之术。只要我看过一眼，没有任何东西能逃过我的眼睛。而且我还会看相，你要不要试试？看相？好啊，那你帮我看看我是什么相？你这做我女仆的相，你耍我！
楚总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解释什么？这就是你说的坑文家，是坑我们吧？我告诉你，那14亿你自己出吧，我们不会出1分钱。楚总，喂，混蛋！混账东西，谁让你自作主张的？爸，你听我解释呀！解释个屁！14亿彻底打水漂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。爸，我也没有想到方玉那个混蛋居然知道2号地的底细啊！他还故意说武圣公要是给他拿10个亿，那我也只是想让他们永不翻身呀，爸。结果呢？自己切一根手指，以示惩戒，长长教训。爸，我滚！回去好好反省，让我损失14个亿，我一定让你加倍偿还。你跟我来房间一趟。不去。你不是想让我感谢你吗？我现在就感谢你。你要怎么感谢我？你来了就知道了。今晚你回房间等我，我晚点给你治疗。渣男！玩捉迷藏呢。老婆，老婆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你之前不是说喜欢看武木雪穿女仆装吗？那我穿成这样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那我们关灯睡觉吧啊！老婆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看也看了，感谢也感谢完了，今天晚上你就睡沙发吧。老婆，你开门啊！我就是要让你看得着，吃不着。我看你还嘚瑟不？老婆，你不开门是吧？行，我现在就去女仆房间，你别后悔。他不会真的去找吴木雪了吧？他肯定是去找吴木雪治疗了。等治疗完了，肯定会被赶出来。我还治不了你了。哟，这么快就被赶出来了？什么叫被赶出来？我这是过来赶紧治好你，然后再回去治他。那你就赶紧给我治疗，然后滚出去。呀，倒反天罡啊！你是我的女仆，你还想赶我走？小雨，我今天就不走了，你伺候我睡觉。你做梦！你看我是不是做梦？你看我是不是做梦？好啊，既然你都不怕文兰心知道，那我怕什么？完了，我的身体动不了了，不听使唤了，要栽在这里了。完了，天都亮了，这
怎么？怕文兰心知道了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会怕他吗？我？那你慌什么？谁慌了？我只是起床太晚了，耽误我晨练了。我走了。简直就是个禽兽，嘴上说着不要，背地里却折腾了我一晚上。不对，我的境界怎么又突破了？怎么突破到化境了？难道是因为昨晚？果然爸爸说的没错，跟着他对我有利无害。也不知道兰心起床没有啊？我也不想啊，这身体不受控制，我逃也逃不掉，我来怎么？不对啊，我假球，我怕什么？你说什么怕什么？来，兰心，你起床了？你怎么慌里慌张的？啊，你是不是又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？我哪里慌张？我刚才就是没站稳。你昨天晚上怎么不哭着喊着又进我房间睡觉了？昨天晚上你睡哪儿了？我在武木雪的房间睡的，她伺候我睡觉的，可舒服了。编，你就继续编，我才不相信武木雪会伺候你睡觉呢。又睡沙发了是吧？又怕没面子对吧？老婆一米，果然什么事都瞒不住你。那是当然。你怎么了？你走路怎么怪怪的？昨晚战斗了一晚上，能不受伤？他看王宇的眼神怎么充满了幽怨？怎么回事？他们俩不会真发生什么了吧？昨晚练功的时候不小心扭到了，没什么大碍，休息休息就好了。那好吧，收拾一下，陪我去参加一个饭局。那你就在家休息吧。哦，好。我们这是在等谁呀？龙腾集团陶婉晴，我们有一个项目要和龙腾集团合作，只要陶婉晴的点头，这个项目就能签合同了。一个总经理点头就能签合同，这身份不简单啊！唐总你好，文总，不好意思啊，让您久等了。哪里，唐总，您快入座。这位是？他是我的司机兼保镖。谭总，你好。还真是一个高冷美女呀。文总，司机、保镖一类的有资格坐在这里吗？这就是你们天海集团的规矩啊！王宇，你先出去吧。得嘞。什么保镖司机，叫我一声老公多好。现在的好，害得我一桌早餐一口都吃不上。少少，你终于来了！来，快，请坐。不客气。你们两个赶紧伺候好少少呀！哎，我说老弟啊，这在宁海还有能得罪你的人呢？我看你也不行啊！少少，那个混蛋那真不好对付呀，
就连宁海武圣宫都甘愿成佛，甚至连东南亚第一强者都不是他对手呀！什么狗屁武圣宫嘛，那除了宁海，他屁都不是。还有那什么东南亚第一强者，在我赵家宗师面前，更是蝼蚁。大少，只要你能帮我搞定那个混蛋，那武圣宫圣女，还有天海集团的文兰心，都将成为您的玩物。那可是极品中的极品呐！打住！我还不至于因为2个女人去干这种事。事成之后，那武圣宫还有天海集团都将是您的囊中之物。识趣。大少，来，我敬您一杯。哎呀！这女人还真是够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你再过来我叫人了！放开！救命啊！是那女人的声音。我看谁敢管本少的事，能被本少看上伺候本少是你的荣幸啊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敢动我，你就死定了！还没有人敢让我赵云天死。你是南省赵家少爷邵云天。既然你知道我啊，那你就乖乖把本少伺候舒服了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放开我！放开他，否则死！哪里来的小瘪三，连本少的事都敢管？你他妈活腻了！我说了，放开他。他是南省赵家少爷。他是谁关我屁事啊？你现在在跟文家合作，我不可能让你在这儿出任何事。原来是文家的狗啊！你知不知道，文家的人在老子面前也不敢这么狂，你他妈算什么东西啊？你知道打了赵云天的后果吗？能有什么后果？后果大了！我今天能让你从这酒店出去，我他妈不姓赵！赶紧给老子滚到厕所来！我他妈让人打了！赵家是南省4大家族，说白了就是南省的天，在南省根本没有人敢跟他们对着干。你现在知道后果了吗？没人敢跟他对着干，那是因为没遇到我。遇到我呀，算他们倒霉。不是，你怎么听不懂我说话？你这么做不仅毫无作用，而且还会将文家推进水深火热之中，你知道吗？照你这样说，我现在下跪给他认错，然后让他把你就地正法，这就没事了吗？如果你心甘情愿伺候他，那就当我刚才出手一厢情愿，我现在就走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就乖乖站着旁边看着，别说话。现在想走啊？晚了！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敢跟赵少动手？快进来了！我的人来了，你死期到了。呀，杨大少爷在。怎么？你们认识？何止认识啊！杨大少就是我的财神爷送财童子啊！怎样？今天打算送多少啊？欢玉，你别嚣张！你站在你面前的那可是南省4大家族之一赵家的赵大少爷，你敢在他面前猖狂？赵家随随便便动个手指头就能捏死你！哼！什么情况？哎呀，赵少，之前就是这个混蛋打的我。就是他呀，那刚好今天顺手就把他收拾了，也省得我专门去找他了。哈哈，王宇，这次你死定了，不会再有任何意外了。前2次你也是这样说的，结果不是下跪就是当送财童子，这次没有例外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小子，我看你有点本事。你现在乖乖跪下臣服于我，给我当狗，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。这样，你跪下来给我当狗，我还给你大骨头吃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上啊！上！我去！
这废物，的确是废物。就靠这两个垃圾就想收拾我？杨天耀，你疯了吧？这只是赵少的2个普通保镖，这赵家可是有着宗师级别的武者，他们要是来了，我就不信你还能对付得了了。在我动用宗师武者之前，你跪下来臣服，我饶你命，否则我让你生不如死。我去！我等着那个什么宗师来找我，现在麻溜的给唐总道歉。你还敢动手？我去！赵少，道歉。王宇，你敢这么对赵少？千万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！赵家随随便便动个手指头，那温家就得破产，这是你自找的！我去！你敢对文家出手试试？文家出事之前，他必死。好，整个南省都没有人敢这么狂。今天本少认栽了，再有下一次，本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。对不起，行了吧？我警告你，不要对文家动手，否则死。滚吧！师叔，赵云天是个睚眦必报的人，他这样以后肯定会疯狂报复的。我还会怕他？行了，我文总等着呢啊！我的，哎，少少，你没事吧？你说说，我赵云天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屈辱？呀，赵少，你也看到了，这小子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面，这简直就是嚣张至极嘛！嚣张至极啊！好，我看看他能嚣张到什么时候。喂，九叔，我在宁海让人打了，你现在赶紧给我叫人，立刻马上来宁海，我要一刀一刀凌迟了他。唐总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王宇惹你不高兴了？不是，他刚才救了我，要不是他的话，后果恐怕不堪设想。救了你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唐总刚才去洗手间，差点被人玷污了，我只是略微出手，就帮他解围了。保护唐总是我们的责任，唐总，您没事就好。你知道被打的那个人是谁吗？谁呀？南省4大家族之一，赵家少爷赵云天。你说谁？他说赵云天，什么南省赵家少爷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杨天耀也在。我估摸着应该是杨天耀请过来对付我的。你把赵云天给打了？对啊，他欠打呀。完了，赵家可是南省4大家族，赵云天这个人在南省恶名昭著，睚眦必报。你打了他，他肯定会疯狂报复的。哎，没事儿，我警告过他了，他要是敢对文家下手，他必死。你警告他有什么用？赵家在南省有钱有势，盘踞多年，底蕴深不可测，你拿什么跟他们斗啊？哎呀，没什么好担心的，在我眼里，他们都是垃圾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，但赵家的怒火绝对不是你能承受得起的。你错了，是我的怒火，不是赵家能承受的。你能说出这种话，那证明你对赵家一无所知。赵家如果想要你死，他会有100种方法。唐总，对不起啊，王宇他刚从山里下来没多久，不太了解这些，我也确实没有想到能发生这种事情。那我们之间的合作，温总，我很感谢你的保镖救了我，但赵家不是我们龙腾集团能惹得起的，这次的合作只能暂时先搁置了。我明白，那我们有机会再合作。
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很感谢你今天帮我解围。如果这次你真的能从赵家手上活下来的话，我请你吃饭，好好感谢你。行，唐总，那我就等着你这顿饭。走了。合作泡汤了，还得罪了赵家，这次我们能顺利渡过难关吗？就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天塌不下来。你懂什么？这赵家不是杨家和武圣宫能比的，10个杨家都比不上一个赵家。你把心放肚子里，所有事儿我都能解决。站长，查到了，那个女的叫谭婉晴，是龙腾集团的总经理，也是龙腾集团董事长唐明远的亲孙女之一。原来是龙腾集团。没错，这次来她是来找文兰心的，估计是要洽谈什么合作。告诉唐家，不想破产就让唐婉晴现在马上来找我，否则唐家将消失在南省。我有点累了，请你休息了。你好，唐总。温总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想请你的保镖吃个饭，我一会儿来接他。现在请他吃饭？哦，有时间我跟他说一声。好，谢谢。唐总要请你吃饭，一会儿他来接你。请我吃饭？我们不是才从酒店出来吗？这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帮我问一下唐总，合作的事情还有没有转机？行，交给我，你放心吧。今晚还有最后一次治疗，乖乖等我回家。这个混蛋！上车。唐总，你这么迫不及待请我吃饭，不会只是为了感谢我吧？不是，你开这么快，你不要命了？吓死我了！你敢不敢要了我？啊？你不是说自己挺能的吗？连赵云天都敢打，不敢要了我？不是，你突然说这话，我有点懵。是我不够漂亮吗？不够有吸引力？还是不行？不是，你很漂亮，也很有吸引力，但是你总得告诉我为什么吧？毕竟我不是那种人。是男人就要了我。我当然是男人。你这是第一次吗？怎么，我看起来像很随便的女人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说吧，到底为了什么？活不错，我很满意。这张卡里有100万，就当做是你救我和刚才的报酬。100万，出手这么大方，我这不算又吃又拿吧？咱们两清了。傻女人，你把身子都交给了我，就是我的女人了，我怎么可能不管你？
赵少，唐小姐让我等了这么久，不得罚3杯啊？赵少，还请您放过龙腾集团。你有什么条件，我都答应你。我还是喜欢你之前反抗的样子，够劲儿啊！之前是我不懂事，还请您不要放在心上。知道就好。坐吧，今天啊，陪本少好好喝几杯。你说说你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你说有我在，这龙腾集团呀，不光不会出事，他有我罩着，他也会顺风又顺水吗？啊！拿给你的奏手。王宇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我的女人，我当然要过来。你的女人？小子，你今天来的正好，等我让你好好看一下现场直播。赵家的宗师马上就要来了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不然等会儿就走不了了。你已经是我的女人了，我就一定会保护你，放心，我会等你安全离开的。想在老夫面前把人带走，痴人说梦。就说啊，你来的正时候，就是这个混蛋把我打了。少爷放心，这小子逃不掉。等会儿你想怎么收拾他都可以。赵少，我求求你了，你饶了他吧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你们2个呀，今天都逃不过我的掌心。就说你快把这小子给我废了，我要让他今天好好看看现场直播。小子，你是自废四肢，还是我帮你？你一把年纪，我不杀你，自废武道，滚吧！整个南省都没几个人敢在老夫面前这么横。小子，你是个人才，若不是得罪了少爷，或许老夫会收你为徒。收我为徒，你配吗？好一张嘴！老夫不仅要废了你的四肢，还要撕了你的嘴。就说你跟他废什么话呀？你看你废了他，我都有点等不及了。是少爷，小子，能死在老夫手里，也是你的荣幸。这怎么可能？赵家的宗师竟然真的不是他的对手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会这么厉害？我是谁，你还不配知道。就说你不是宗师吗？你怎么连他也打不过呀？少爷，此人实力深不可测，不可招惹啊！不是，怎么可能啊？他这么年轻，他再强能强到哪儿去啊？行了，自废双臂，然后自废武道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你真要做的这么绝吗？我承认你很强，但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做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废话真多，你不动手是吧？我帮你。你废了我的武道，还有你的双臂。我的手，滚吧！
九叔，九叔，你要干嘛？我可告诉你啊，我背后可是整个赵家，你别乱来啊！那我就灭了你们赵家。现在，跪下给我钱道歉。他到底有多强？居然能隔空操控赵云天！停！我认错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原谅我一次。你觉得呢？算了，这次就放了他。还不快滚！好。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吧？之前是我小看了你，不过赵家的能量依旧不能小觑，他们的报复不会停止的。那是他们自寻死路。龙腾集团和天海集团能合作了吗？这件事我现在已经无法干涉了，不过我会尽力说服他们的。那麻烦你了。你一个保镖，干嘛对这件事这么上心？你跟文总的关系，貌似不一般啊。当然了，她是我老婆。什么？你老婆？啊？那你还跟我？这不是你主动的吗？你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混蛋，滚下去！怎么说变脸就变脸？哎！这女人真善变。还在等我呢。唐总都跟你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就说会尽力促进两家合作的。现在我们得罪了赵家，龙腾集团肯定因此而不敢跟我们合作。算了，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了。我都说了，赵家不足为惧。我刚才还把赵家的宗师给废了呢。什么？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我骗你干什么？唐总亲眼所见的。完了，那我们岂不是把赵家都给得罪死了？得罪就得罪呗，你别想那么多，一切有我呢。啊，没事的。天海集团是我爸的心血，如果真的毁在我手上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。你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马上去睡觉。哎，乖，走，去睡觉。你怎么就是不信我呢？走。好了，你的问题彻底解决了，而且修为也精进了不少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能踏入宗师境界。听说你得罪了赵家？哎，我得纠正你一点，是他们得罪了我。南省赵家能够屹立不倒，还有宗师为他们做事，你以为仅仅是有钱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还有更强的武者？不错，南省四大家族底蕴深厚，还有大宗师坐镇。宗师和大宗师之间有着云泥之别，面对大宗师，你还有把握吗？什么大宗师不大宗师的，在我面前都是一条小泥鳅。你到底有多强？我有多强，你昨晚不是体验过了？怎么，你还想再体验一次？谁要跟你体验？赶紧出去，我要睡觉。赵少，没想到连宗师级都不是那小子的对手呀！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给我弄死他！啊，我，只要你弄死他，
以后这个宁海就是你杨家的。赵少，您就放心吧，这子弹打不死他，难道炸弹还炸不死他吗？对呀，炸，给我炸死他！炸死他！坐下，吃早餐。这是你做的？当然，我有人证呢。确实是他做的。还不错啊，没想到你还有这种手艺呢。当然呢，以后我们孩子的营养早餐就由我亲自来做。谁要给你生孩子啊？行，你不跟我生，有的是人跟我生。我的女仆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不吃了，吃饱了。好了，别闹。听说你们对赵家动手了？是爸，你别急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我绝对不会让你的心血都毁在我手里的。赵家如果对天海动手，天海肯定招架不住。小雨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有我在，天海毁不了。那就是说你有办法了？没有。哎，赵家太强了，没有办法，也是人之常情呀。我没有办法，但是我有拳头啊！他们要真对付天海，那我们就把他打穿。好。哎，怎么了？果然有问题。没事，我们走吧。哼，我就不信这次炸不死你！站住！快跑！赵少，任务失败了。我不是让你去炸王宇吗？你把自己搞成这样！哎呀，赵少，我本来已经把炸药藏在车底了，而且我也没跟着他拆炸弹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他经过我们车的时候，那我都藏起来了呀，结果他直接把炸药扔到我车窗里。赵少，幸亏我下车跑得快，要不然我就见不到你了。哎呀，滚！这混蛋还真他妈难杀呀！我就不信了，他还自己都能发现。你给我继续去用炸弹炸他，我在这边动用赵家的关系继续打压天海集团，双管齐下，我就不信整不死他们这帮人。是，这次我一定炸死他。滚！我们来这里干嘛？当然是谈生意了。我们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龙腾集团身上，所以我又约了仅次于南省4大家族的季氏集团，看看他们有没有合作意向。这季氏集团又是干什么的？做护肤品的，也算是国内护肤品行业的领军集团了。我们天海有一部分业务也是做化妆品，最近打算推出一款新品，如果能与季氏集团合作，将会彻底打开市场。行，走吧。
那您久等了。文总说哪里话呢？能跟文总吃饭，等再久也值得呀。哎，张总，你好。不是你谁啊？我是兰心的保镖兼老公。文总，结婚了啊？最近刚领证。文总，来，走。能被文总看上，不知道兄弟怎么称呼？是哪家企业的少爷？我叫王宇，不是什么少爷。承蒙文总看得上，就顺便当了个赘婿，吃了个软饭。原来是个吃软饭的，我以为有多大本事呢。哎，没办法，年轻，活好，女人就是喜欢。吃软饭也是一种本事，对吧？别胡说八道！你这种小白呀，就可以吃软饭。哎呀，张总说的太对了，不像张总想吃还吃不上呢，是不是？你怎么说话呢？张总，不好意思啊，他刚从山上下来，没什么见识，不会说话，您见谅啊。一个山里来的乡巴佬，哪来的信心在我面前大言不惭？文总能看上这样的乡巴佬当老公，眼力属实不怎么样。往小的说，是选老公的眼力不行；往大的说，是能力的问题。我甚至怀疑贵集团的产品也不行。张总，您放心，我们天海集团产品绝对没有问题。怎么证明啊？张总，您可以去我们的工厂考察，您看了之后一定会认可我们的产品。文总，我没有看到你的诚意啊。张总，您说的诚意指的是什么呀？天海集团已经和宁海杨家决裂，现在又得罪了南省赵家，在南省已经没有人敢跟天海集团合作了。张总，您都知道了。赵家已经发通告了，要全面打压天海集团。南省已经传开了，我季氏集团虽然不惧怕赵家打压，但跟你合作，就等于跟赵家作对，多了一个敌人啊。张总，您怎么才肯和我们合作呢？文总，那就看你的诚意了。张总，来，我敬您一杯。好，我谈事情不喜欢有闲杂人等碍事。你说我是外人，还说我碍事？做人要有自知之明，更要识时务。王宇，你先出去。我又出去啊？王宇，你不是不知道这次合作对天海的重要性，你不要闹脾气了，先出去吧啊！闲杂人等要是不走，今天合作的事情免谈。哎，张总，你请留步。哎呀，就算我求你，你先出去吧。行，我出去。张总，我先出去了。张总，现在我够诚意了吧？现在没有人打扰我们，文总干了这瓶酒，剩下的一切都好说。得了，次次合作，次次把我赶出来，这张头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天爷，文总，我现在就够诚意了吧？文总，现在没有人打扰我们了，你干了这瓶酒，剩下的一切好说。张总，我酒量不行，这一瓶酒下去肯定要醉倒的。醉倒了好呀，醉倒了，
就留下来陪我了。张总，你请自重。你连那个乡巴佬都能看得上，居然拒绝老子！我告诉你，今天要不让我满意了，合作的事情免谈。张总，你这是在羞辱我啊！羞辱你！以天海目前的形势，没有人合作，你就等着破产。到时候羞辱你的不止我一个，你考虑清楚，要是没有我点头，休想和季氏集团合作，等着破产吧。文总，这么漂亮，我早就受不了了。只要我满意，我保证签约。我的身体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怎么了？这就是动我女人的下场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也没做什么，就是让你往后余生都这样度过。你赶快给我恢复了，不然季氏集团饶不了你。你不动我老婆，就什么事都没有。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季氏集团还会要你吗？我真的错了，你放过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想要解除也可以，你必须保证季氏和天海的签约。我保证签约促成两家公司签约。我身体恢复了，别高兴得太早，我只是暂时解除。如果你反悔的话，我随时可以让你变成一个人人嫌弃的废物。是，我一定促成两家签约。你们等我消息，啊！王宇，谢谢你。傻瓜，我是你老公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如果你真想感谢我，今晚就给我看点不一样的。男人脑子里怎么净想些那些玩意儿啊？男人脑子里面不就应该想这些事儿吗？你不给看是吧？行，总会有人给我看。谁说不给的？你不许看别人的。好，不看，我就看你的。老婆，你看这都晚上了，你答应我的事儿，多久可以开始啊？那，你闭上眼睛。好，那我闭上眼睛。你快点。不许偷看！我让你看，你才能看。好，我不看，你快点。现在，你可以把眼睛睁开了。这也太刺激了，这谁受得了啊？那现在看也看了，你该满意了吧？老婆，你好美。你谁呀？这么关键时候打电话？你他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谁啊？唐梦琴。哦，那你快接啊，说不定是合作的事儿呢。喂，唐总，这么晚了有何贵干啊？王宇，
这里。陶总，有什么事吗？赵家现在对龙腾集团进行商业打压，因为是我得罪了赵云天，所以家族把这一切都怪在了我头上。这赵家真是太可恶了，仗着自己强大，到处霸凌。龙腾集团的产业支柱就是制药，而赵家也有30%的产业是制药。一旦被赵家打压的话，那龙腾集团根本就无力反击。这赵家太过于强大，只要稍微拿出一部分力量针对龙腾集团，龙腾集团根本就扛不住。没错，除非龙腾集团能拿出赵家根本无法复制的药，才能活下来。唐总，对不起啊，要不是我当初约你到宁海谈合作，你也不会得罪赵云天。这不怪你，也怪我野心太大，想要证明自己，想要得到家族的认可，所以才会选择铤而走险。这赵家的制药业在南省甚至在全国都十分有影响力，想要在这个时候推出新药力挽狂澜，几乎不可能。不就是新药方吗？我有。你有？我们说的是新药，一定是药市面上没有的，能有特效的。我手里面的药方能治疗癌症，你信不信？什么？能治疗癌症？什么？能治疗癌症？王宇，你可别瞎说啊！这是医学难题，很多医学专家都无法攻克，你怎么可能有这种药？赵家之前就推出过一款能治疗癌症的特效药，能抑制癌细胞的扩散。仅仅是只能抑制癌细胞的扩散，就让赵家赚了不少钱。如果这药真的能治疗癌症的话，那绝对能秒杀赵家的。我的药方真的能治疗癌症，你要是不信，试一试就知道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纸和笔给我。啊。这就是药方，你按照这个药方去制药，然后再找一个癌症病人试一试就清楚了。这要是真的的话，不仅龙腾集团有救了，就连我也能成为唐家未来的继承人。王宇，你说你那个药方真的能治疗癌症吗？当然，100%能治好。哦，哎，那你还有什么其他配方吗？我这里有个药方，现在很适合你。什么配方？你不是要跟季氏合作护肤品的项目吗？我这里有一个驻颜丹的配方，能够永葆青春，让你脸上再也看不到岁月的痕迹。真的？我还能骗你不成？太好，老公，你可真是我的小福星啊！文总，测试结果出来了，我们的测试效果非常好，这款产品一旦上市，绝对能够引起轰动。太好了，有了这款产品，我们再跟季氏集团合作就有足够的话语权了。我有一个小建议。什么建议？我们可以推出2种产品，一种是驻颜丹，另外一种是驻颜丹稀释之后做成的驻颜霜。为什么？驻颜丹呢，我们可以高价卖给有钱人，有钱人为了永葆青春，很舍得花钱的，特别是富婆，他们的钱更好赚。驻颜霜呢，我们可以低于其他高端护肤品的价格卖给普通人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快速的抢占市场，这样一来，所有人都只会买我们的产品。对呀，我们这款产品效果这么好，又低于高端品牌的价格，一旦问世，绝对疯抢啊！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商业头脑啊！说，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？当然有。这世上还有先生不会的？生孩子这种事儿嘛，还得你来。喂，你们两个速度快一点！
都安装好了，就算他们发现了炸弹，只要他敢拆除，里面的炸弹也会瞬间爆炸。车内的炸弹也装好了，只要他拉开车门，炸弹就会爆炸。他这次绝对想不到，我们装了这么多炸弹，这次神仙也救不了他了。好，王宇，就算这次你再厉害，你也必死无疑。走。少爷，他们出来了，马上就要上车了。砰！消失吧！你今天月色有点好，我还不想回家，我们去散散步吧。好啊，走啊！我有点口渴，想喝水。你自己去买呗。我想喝你买的，甜。行，看在这一次你是大功臣的份上，我去给你买。看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找事，真是活腻了。哎，少爷，他们没开车门，文兰心离开了。什么情况？哎，少爷，不好了！王宇朝我们走过来了，手里还拎了个炸弹。他怎么发现我们在这儿的？还愣着干什么？下车呀！哎，杨大少，你这是要跑去哪儿啊？你想干什么？当然是来归还这个。啊！我不要！王宇，你为什么每次都能发现呀？我给过你机会了呀，你也不珍惜。你别杀我！我知道错了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去死！王宇，你不能杀了我，杀了我你也不会好过的。哎，王宇，你别杀我，王宇！拜拜，王宇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去厕所了，我不想逛街了，我们回家吧。走。莫名其妙的。什么声音？这么响？可能是烟花吧。哦，文总，你们的助研单与助研商效果非常好，我们季氏集团所有高层都非常看好，愿意与天海集团合作。我们这款产品绝对吊打市场上所有的护肤品。是，这是合同，您看一下，没什么问题，在这签个字就可以。天海集团负责生产，季氏集团负责开拓市场，最后日利润分成天海7成，季氏3成。文总，您看还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。王先生，您看现在养家已经签约了，那我的身体……哦，你的身体没事了，我只是吓唬你呢。我当时就给你彻底解除了。昨日，天海集团与季氏集团达成战略合作，联合推出最新款护肤品驻颜丹与驻颜霜，其产品效果显著，真实做到青春永驻，一经上市，瞬间销售一空。操！季氏集团居然敢和天海合作，这不找
死呢吧？不是？赵少，我们的护肤品这2天销售额锐减，几乎无人购买，都去买驻颜霜了。你马上给我吩咐下去，我们全县的商品全部5折，我就不信价格这么低还能没人买。赵少，不好了！龙腾集团的抗癌药推出来，能够100%治愈癌症，我们的抗癌药没优势了。什么？赵少，您看，龙腾集团的抗癌药已经得到国内顶级医学专家的认证了。这怎么可能？100%治愈癌症，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药啊！我操！龙腾集团已经做过临床实验，有3名快死的癌症患者吃了他们的药，结果癌细胞奇迹般的消失了。这一次恐怕再也没有办法压制龙腾集团了。为什么没有得到消息？废物，全他妈是废物！赵少，我们的股票在快速下跌，再这么跌下去，至少要损失几百亿。怎么会这样？赵少，我们的制药业核心就是抗癌药，护肤品也是主打高端。现在市面上出现更好的抗癌药以及护肤品，我们的产品受到的冲击太大了。爸，混账东西，你到底惹了什么不该惹的存在？爸，我没有啊，爸。季氏集团与天海推出的驻颜丹就是天海的产品，包括龙腾集团的抗癌药也是跟天海合作的。怎么可能啊？什么不可能？你之前还想打压他们，现在倒好，让我赵家一天损失几百亿。再这样下去，其余3大家族必定乘虚而入，我们赵家就完了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必须拿到驻颜丹与抗癌药的秘方，否则你别来见我了。可恶！就凭你们一个跟我张家斗，你们凭什么？干杯！这一次能大获全胜，多亏了王宇。王宇，我敬你一杯。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这次不仅击垮了赵家，而且还让赵家损失巨大。我还借此机会成为了龙腾集团未来的总裁接班人。那太好了，婉晴，来，恭喜你。是我应该谢谢你们才对。你们高兴的太早了。赵云天，你来干什么？你们真以为我赵家这么好对付呀？赶紧把抗癌药和驻颜丹的配方交出来，我可以让你不死。你们2个也可以成为我的女人，否则今天这个门谁都走不出去。想要配方，绝不可能。这位是我赵家的大宗师，你们2个以为有王宇在就有抗衡的资本了？我告诉你，在大宗师面前，王宇只是蝼蚁。我听说宗师都不是你的对手，年纪轻轻有这等本事，也算是个天才。我给你个机会，给赵家做事，你可以不死。区区大宗师，哪来的自信？楚爷爷，不要再跟他废话了，先搞死他，那2个女人我们就好办多了。冥顽不灵，那就去死。怎么可能？我可是大宗师，怎么可能连他一拳都抵挡不住？大宗师很强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这才是王宇真正的实力？难怪他这么自信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气息好恐怖，既是凡人能够拥有的力量。哎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已经脱胎换骨，正式踏入陆地神仙界，无敌于天下了。仙人饶命，仙人饶命啊！这不可能，
赵云天，既然你自己找死，我就送你去跟杨天泽团聚。陈知县会为人民。回去告诉周家，如果不想灭族破产，就别来烦我。是。滚！老婆，这下没人打扰我们了吧？手机关了吗？对，手机还没关。这下万无一失了吧？老婆，我来了。